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0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这个加盟。加盟这个坑啊，尤其是餐饮加盟，处处是坑啊。现在加盟店也非常多啊，各种餐饮，首先是火锅店，还有各种明星，对吧？这个搞的加盟店，最后是一地鸡毛，还有茶饮、饮品各类加盟店啊。这个大行其道啊！今天咱们讲的是这个餐饮加盟店局中局，也是有人专门利用这种加盟店来骗钱，骗的就是你的加盟费。今天啊，这个澎湃新闻他看到了一个报道啊，一个视频，就是起底餐饮加盟局中局，通过他们的详细调查啊，追踪总部在北京的这个餐饮加盟骗局空壳公司，通过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啊去调查，找这些受害人，再去暗访探访，调查这个所谓的加盟品牌，抽丝剥茧啊，发现这种利用加盟涉嫌诈骗的这种局中局啊。空壳公司无资质招商，老农当法人代表背债，扶持开店还有高额下级代理费提成，多个餐饮项目吸引数百位创业者，他们投入巨额资金开店，却发现落入圈套。招商公司几年来多次变换马甲，法人代表居然是无经济能力的农村老人。澎湃新闻报道啊，这么一说啊，这不就妥妥的是个骗局吗？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澎湃新闻它的这个调查这个视频，大家看视频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5块多的玫瑰西西里，6块多的供应链哈，我们是服务过海底捞。我们去年8月份的话就开始招，就是你交给公司这个费用，它后续它是以24个月的形式全额给你返回去的。现在就剩最后一个名额，就是做与不做，当然是你们自己选。主要的法律后边都是那个新属的，他叫你怎么选怎么选。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2021年7月，湖南的龙先生被黑牛小镇的加盟广告吸引，随后前往该公司考察。也请允许我隆重的为各位介绍今天我们第1位嘉宾。我们是服务过海底捞，服务过香虾、营销、研发所有的好供应链体系，架构我们的黑牛小镇。什么装修设计啊、广告推广啊，做得很好，但是去加盟了。我是整个拿的岳阳市的代理，36万8千块钱。2023年，江苏孙女士遇到了高度相似的推广，一家唐拉拉咖啡声称加盟者可以年入100万。要招300家，然后我们全程扶持，你就躺着赚钱。随后，孙女士投资成为2个城市的区域总代理。这是宿迁的代理费，是45万，上海的代理费是35万，就是说融资1.2亿，然后马上要上市了，他是这样来宣传的。除了公司包装的实力雄厚，代理费返点也是吸引加盟者的手段之一。如果说您做总店了，那别人在投资的话，他只能去做分店，他的这个投资费用的话，里面的话30%都是要我们公司分给您的。我说你们做加盟有实体店没有？他说我们有样板店，和样板店跟实体店是一样的。我看到他公司这么大的气场，在北京那么大个地方，肯定有实力才能够这么去做。但实际上，只要加盟者装修开店，就发现当初品牌承诺的供应链都是空头支票。在他们北京那个公司喝的，和到我们店里喝的咖啡完全是两样的。给我们供的货比市场上的价格要高2至3倍，并且质量不好。同时，品牌声称的对加盟者全程扶持开店也不存在。怎么去做服务流程，所有生产流程怎么去做，他们又不管不顾不问。加盟者几乎是装修开业就面临亏损，包括加盟费，包括装修，包括这个公司的食材，大概一共是160多。是36万转给唐拉拉这个公司的，这个是15万5，一共亏损了250多万。现在在全国各地有超过300位加盟者都遇到了类似的套路。湖南龙先生加盟的品牌来自北京赤参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孙女士加盟的品牌来自北京红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尽管公司不同，但却有部分品牌交叉一致。
按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通常一家品牌想要开通招商加盟，需2家直营店且经营1年以上，并向商务部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提交备案。北京赤参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显然并不具备，而北京红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也检索不到。他把合同分成几份，一个是北京赤参，一个是青岛赤参，什么供应链呢？做3份签的。但是我就问了他，我说这个合同为什么不一份把它直接签掉？经理跟我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做好却要做细。在北京赤参公司的宣传片中，曾展示过一份青岛赤参公司的商业特许经营备案。检索发现，青岛赤参公司对这些餐饮品牌权利类行为注册商标，而且仅有使用权。商标的使用权呢，它还需要同其他的经营资源，比如说专利啊、供应链、经营模式等等进行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经营资源体系。仅有商标的专用权或者使用权是不足以支持它进行开放加盟的。那么这些餐饮品牌的商标注册人是谁？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系统中，黑牛小镇唐拉拉的商标注册人为风尚博维建筑设计北京有限公司，而这家风尚博维公司一共有491条商标信息，其中不仅包含赤参，也包括红眼以及2家公司宣传的招商品牌。据查，北京赤参、青岛赤参公司法人代表均为孙某成，他也曾是风尚博维公司的法人代表。而风尚博维又是赤参、红眼2家公司以及旗下各种品牌的商标注册人。今天所有到场的都是这个公司的品牌的加盟商受害者，然后有富士品牌的，有黑牛小镇的，然后有唐拉拉、小唐沫沫。我当时的时候，我查他这个赤参集团的话是有20多年，我觉得这么多年经营这么多年的一个公司一个集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来知道的话，他是购买的。据查，北京赤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收购其他公司变更而来，然后通过注册子公司再设立分支机构，投资管理不同品牌。拿的是那个北京通州的代理，在我这个合同还没到期的时候呢，北京通州又招了一个代理。加盟了它4个大类，全部算起来要近千万了。北京赤参公司已经在2023年8月注销，但是这些餐饮品牌并没有消失。此后，北京红眼公司继续使用，然后又新增了其他餐饮品牌。遭到最后，他觉得这品牌做不下去，马上把这个公司全部都注销，然后重新再注册公司，再上新品牌。记者前往北京红眼公司办公地点，发现该公司办公室、餐厅样板间都已人去楼空。当时就是在这儿，我是坐在这个第1排这个位置，会场所有的座全部都满了。当时他是跟我们说是全国各地的全部都来了，这一场招商会他们只是放30个名额。哎呦，这么一个园区，他们租了2栋这么大的办公楼，有这么多的员工，总经理级别以上的人都是衣着很体面啊。你跟他沟通的时候的话，问的所有问题的话，天衣无缝，对答如流。这全国各地就来了5、6个加盟商，但是坐满人员的这种假象呢，全部是他公司自己的人，然后就是这种配合我们演的这一出戏。许多加盟者寻求法律帮助，希望该公司赔偿损失，但随后发现对方只是个空壳。在23年吧，我申请的仲裁也胜诉了。3份合同，3个地方仲裁，增加了你维权的一个成本。像我一样的这个起诉胜诉的还有几十位加盟商，不同品牌的，但是至今没有人拿到钱。为曹女士代理案件的律师表示，这起案件背后的实际操盘手存在构成诈骗罪的嫌疑。与这个品牌商签订了合同，据当事人陈述，普遍的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品牌商有的关联公司就已经注销。通过这种行为，可能倒推它存在这种非法占有的这种目的。仲裁庭呢，依据我们提交的这些合同还有证据，认定对方是没有按照这个特许经营权合同的这个规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的啊，这个合同呢也达到了这种解除的标准。它最终是否构成诈骗罪，还是要
通过这个司法机关调取的证据来判断。目前，北京赤参、青岛赤参公司法人代表孙某成已是失信被执行人。记者前往孙某成的户籍地河南省怀滨县某村探访，在几经打听后找到了孙某成。主要的怀后边都是那个姓苏的，俺们街都叫怀滨街区的，但时常对那这房子都收了，也是破烂一类啥的都对那。他让市场去进货能啥样子这些东西。孙某成承认，公司的另一位股东和监事李某霞就是他的妻子。几年前，一名叫苏某浩的男子指使他们成为了法人代表和股东。我开始多少学的，一年给个1万多块钱，他叫你怎么学怎么学，都觉得能拿了来嘛，谁想有啥问题？目前红眼公司仍在存续期间，但已将旗下部分品牌注销。在执行过程当中，被执行人都是查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一个状态。利益共享，风险共享。 2025年3月，社交平台上又出现了另一家火热招商的公司。记者跟随创业者前往北京考察，发现与之前2家公司的生意高度雷同。我们在抖音上面也去做推广啊，然后就放镜头广告，然后的话，区域的人就能去刷到嘛。那有投资想法的人，他就跟我们去选择合作。同样也是在社交平台推广，吸引创业者参观样板店。是我们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品类吧，因为它这个店比较小。北京的店的流水，北京的流水的话，应该是在4000块钱左右。我还真没有特别关注，我放在这儿不是为了它流水多好，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在北京的南锣鼓巷最核心的地方，咱们有一家店。随后，该公司一位刘经理向创业者阐述高回报的模式。你们现在拿到就是最大红利期的最大的红利，就是你交给公司这个费用。它后续它是以24个月的形式全额给你返回去的，落地的门店你是能拿到这个合作费用的30%返利。那北京就一家直营，这家直营就是南锣鼓巷的那个，那家是什么时候开的？去年啊，不到1年。就是说开满1年才能开放加盟。我们现在不是招这个，首先一点你要看我们合同，我们现在招这个合作，现在是合作。在被质疑是否拥有招商加盟的资质后，这位刘经理又把创业者带向了另一位杨经理。这里面呢有叫直营，有叫联营，有叫品牌合作，有叫加盟。但是现在的话呢，也是24年3月份拿到这个资本融资，那无外乎来讲，就是资方这边要求的是速度快一点，还是速度慢一点而已。经前述受害者辨认，此次招商品牌的接待人员均与前2家公司一致。我确认就是他叫刘，我是在2021年7月12、13号左右吧，他是一直说他是青岛赤参的，然后招商经理，他邀约我去的他们高碑店那个所谓的公司那边。这个合作呢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如果它的这种交易行为符合特许经营的特征，比如说它具有经营资源的授权，还有统一的经营模式还有这种加盟商付费的这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它的合同取名是叫合作合同，但是呢，它的本质上可能就构成了这样一个特许经营，还是要遵守特许经营相关的管理规定。湖南龙先生加盟的黑牛小镇，尽管在地图上仍可检索到分店，但品牌公司已在2025年3月申请了注销。记者探访了北京某分店，对，那现在运营就是靠我们自己。不全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外边去采购，没有办法，因为江苏孙女士加盟的唐拉拉咖啡，该品牌公司已在2025年4月申请注销。记者联系了地图上似乎还存在的门店，闭店了，开了不到3个月就关掉了。他表面文章做得很好，后续其实是没有任何后续的，所有的联系都断了。加盟模式本为怀揣梦想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商业路径，然而却有不良企业套路圈钱，更换马甲规避法律责任。一方面，应该加强对加盟类品牌的监管，提醒创业者提高警惕；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应当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和惩处。只有斩断这些圈钱途径，才能让市场秩序回归正轨，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看完之后啊，我为这些上当受骗的人呢感到悲哀，同时啊，我也为这些巧舌如簧这个骗子公司的这些员工，我也感到悲哀。这个幕后老板、幕后指使者啊是谁？姓苏，哎，咱们不清楚，对吧？他是罪魁祸首，他是首犯。但是你说这些员工为什么他明知道这是骗局，为什么助纣为虐？在经济形势这么差的情况下，这些骗子啊，他就充分利用有些人呢不安分，还有些人怀揣梦想，哎，专门给这些人设局，这叫局中局啊，不由得你不掉进来。我认为啊，这有关部门呢，应该对这类公司的员工啊，也要加大惩罚力度，严加惩处啊，因为这些人，对吧？明知这是犯罪，明知这是诈骗、欺骗，他们选择了助纣为虐。当然，今天啊，咱们重点说的不是这些员工，重点说的是这些上当受骗的，也就是我们作为韭菜啊，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啊？如果你所在的企业啊，你所在的公司不正规，也就是你明知这家公司是诈骗、欺骗，赚那种不干净的钱啊，不能说让你马上就去举报，这个要求有点高啊，至少你可以选择离开，我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虽然工作难找，我也不能赚这个钱，这种钱呢，你赚了你恐怕也花不了。也就是说，你即便工作难找，看到这样的工作啊，也要敬而远之。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这些上当受骗的人，所谓的骗局、局中局，他就是利用了一点人性的贪婪。这些所谓的加盟商啊，这些创业者，哪一个都是想着坐在那儿拿点钱出来，加盟一个品牌，然后就躺在那儿赚钱，都是这种心理。所以你不上当受骗，谁上当受骗呢？人家做局骗的就是这种人。在这种大环境下，还有人有不切实际想法啊，就像那些人拿着钱进股市一样，还琢磨着在股市里面能够发家致富。我们在以前节目一直说啊，这个中产返贫3件套，其中一个就是开餐馆。开餐馆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种加盟店。你看这个还没你刚加盟就被骗了，不要说开了，骗子就利用了你这种心理啊，有种不劳而获。你看看啊，我一看就知道他用的就是传销的话术啊，招加盟商，招总代理，对吧？你是那个地区的总代理，你先加入，你加入之后，以后你那个地区开加盟店的都得给你交钱，这不就是下线给上线交钱吗？这是第一个啊，说动你，也就是你不仅通过开店赚钱，你还通过开店，你发展下面的加盟店，你还能赚钱，你赚他们的营业额几%给你，这多么让人心动啊！如果你要能拿到什么啊，常州市或者是武汉市、南昌市的总代理，你那儿开个20家店、50家店，那都得给你交钱呐。那你说这些人他能不心动吗？这第一个啊，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第二个，要制造这种稀缺性啊，叫饥饿营销啊，这玩意儿都是跟都是互联网营销里面来的。现在有些这个网红企业啊，对吧？有些新能源汽车，那搞的就是饥饿营销啊，它就是无限的吹这玩意儿多好多好，多么符合你的愿望，对吧？你想要的车就是这种，你想要的店就是这种，你梦中的小店，哎，他正好他做的就是你梦中的小店，他打造的就是你梦寐以求的那种商业模式，躺在那赚钱。等到你心动了，然后他制造稀缺性，什么意思啊？对吧？这么一个大厅里面啊，好几百人，我们只有20个名额，先来先得，完了还得考察你。不是你申请就给你，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炒股那个群呐啊，一个炒股群里面除了你自己都是托一样的啊，这种加盟全是托，只有你啊那么2个人是真正的是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猎物，人家把你放到这里面来，然后这样的话，这2个人你看面对这么好的模式，完了这个竞争这么激烈，对吧？一共就放20个名额，这么好几百人呐，那我赶紧交钱吧，这玩意儿能犹豫吗？一犹豫，这个跟机会就失之交臂啊，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列车了，你上不了车，你最后跟财富就擦肩而过。所以你看啊，先是营造这个气氛，让你心动，就是你所要的一个模式，发财机会，然后再告诉你稀缺性，这就是骗局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他就是利用很多人的一个贪婪。当然了，也有人就不服这个话，认为我不是贪婪，我是走投无路，对吧？我是码农，35岁被裁了，我开网约车吧，我觉得丢人；送外卖呢更不行，对吧？我不能就这么躺平啊，我总得找点事干，手上还有点钱。那个上一家给他的赔偿金，以前恐怕工作啊工资不低，还攒了一些钱，对吧？我把这钱拿去创业，当个老板，我一年不多挣个20万，不也挺好的吗？哪个开店不挣个20万呢？你看啊，他就这么想法，想自己当老板，
创业。这时候再去无意中刷这个短视频，社交媒体上就看到这种广告，这个都是人家是买流量人家都是精准投放，就是让你这些人看的他就是锁定目标对吧？你一看到之后你就心动就去听他的课，你一听他的课你就完蛋了，就上当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环境下，还有很多人不死心，总想着投资干这个干那个。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谁让你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这个人就是坏人，就是骗你，对吧？咱们一直说要成工行，今天6大国有行全部下调存款利息，对吧？1年期的存款利息都已经1%以下了0.几，3年期的你存3年只有1.5%，我看大部分银行都这样存5年的好像也只有也是1.5%、1.6%，这个说明什么？银行把存款利息搞这么低，为什么？就说明大家都不愿意投资，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一投资就赔钱，所以大家被逼把钱往银行存，银行净愿你大家把钱往银行存，银行想贷款也贷不出去，所以他就玩命的压这个存款利息。如果是这个市场上你随便投资就能赚钱，对吧？年化赚8%、10%、20%，那谁会把钱往银行存呢？所以你要反过来想，为什么银行的存款利息越来越低这个就说明现在市场上没有什么投资渠道，投资只有赔钱一条路，所以大家愿意把钱，对吧？3年才1%的利息往银行存，什么意思你存1万块钱一年只有100块钱利息，不到这65，就你把1万块钱存银行存1年，给你65块钱利息，这就说明，对吧？这个市场上缺乏好的资产，缺乏投资渠道，你投什么都赔钱。你买房子，是不是房子在降价，在贬值，对吧？你300万买套房子，明年变成280万、270万。炒股那更爽，还有买黄金的，赶紧去买吧。至于创业开店那就更惨。所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如果你失业，如果你被裁，你最好的办法是休息一下，静一静，好好考虑考虑，放松一下，不要慌，不要乱了方寸，对吧？很多人一失业的时候就很容易慌，乱了方寸，他一直上班。作为牛马就很多人认为上班是天经地义，生下来就应该上班，这个已经进入骨髓了，大家就这种观念，感觉休息一下那简直是罪过。所以很多人一失业一被裁之后，首先就像落水的人就开始胡扑腾这样实际上死得更快。反而，对吧？如果你就着这个机会歇一下，好好考虑考虑未来该怎么办，不要盲动。有的人一听说炒股赚钱，看到谁赚了20%了，马上把自己的那个补偿金加上以前的存款扔到股市去。当然了，刚开始恐怕就是放一部分人家也知道投资有风险但是玩着就越玩越大，对吧？把所有的存款都放进去，这个不行还是借钱，因为赌博就是这样越赌眼越红越赌越觉得自己应该加仓，跟低保老人一样，对吧？我只要来个10%，我以前的所有的亏损就回来了。所以他仓位越来越重，仓位越重，套的就越多，然后这边一卖它就涨，一买它就跌，一补仓它就跌，对吧？越补越跌，越卖就越涨，好像那个庄家就看着你的账户在操作，最后越套越深了，头发是越来越少脾气越来越暴躁。胡适不也是一个骗局吗？跟这个餐饮加盟局中局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这种加盟的骗局，我想很多人一眼都能看出来认为这种骗局太儿科了。但是你身边还有很多骗局，你根本就不易察觉。所以说对我们如果你现在失业或者被裁员，第一要稳下来，先把自己稳住，再做决定这个时候切忌盲动，因为经济在往下走，资产在缩水，你把钱变成资产就面临着缩水的可能。它不像经济在往上走，对吧？咱们现在是一种通缩的状态，连昨天统计局都已经说了，对吧？要想办法要提高物价，因为现在物价在往下降，通缩状态，资产都是在缩水的，你做什么都在赔钱。但是当那个物价往上涨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是你投资的时候，就物价涨了而且经济在高速发展，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随便买点什么原料，对吧？你干嘛原料进来5块钱一斤进来的，你还没加工呢，那边原料已经涨到6块了，对吧？也就是你不加工，我把原料再卖回去，你就已经赚了10%几了，20%。如果你再把它加工出来，你好歹有5%的利润吧。完了那边原料价格又涨了，对吧？你再去一卖，你40%利润出来了。其实这个就是物价在涨的时候价格在涨的时候，你做生意，你干什么都容易赚钱，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现在呢，对吧？你这东西5块钱一斤买回来的，你还没加工完呢，它变成4块一斤了。等你把它吭哧的给人卷价格，你利润我利润搞到1%，结果等你生产完之后进入渠道，它的原料价格又降到3块了。你说你还能卖多少呢？所以你只能赔钱不是你不努力，对吧？也不是你没赌对方向，但是
然这个价格在往下走啊，你有什么办法？所以说啊，在经济不稳定、经济下行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对吧？如果你有工作，你就保工作，玩命的保工作，保工作就是保现金流，保吃饭。如果你失业了，实际上啊不是最惨，失业了开始盲动，把自己最后一点这个家底给抖落掉，那才叫最惨。失业了只是你没有收入，对吧？你如果没有负债，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但是失业了，你盲动，你很有可能负债，很有可能把你的家底抖落掉了。本来你赖以生存的，对吧？能扛个10年8年的，结果你1年就抖落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失业其实并不可怕，失业要稳下来，再想办法啊。失业之后的盲动才可怕。所以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躺平不是最坏的选择。我看网上还有很多人留言啊，还想盲动，还要投资这个投资那个，还想着怎么赚钱，这个就叫自不量力。经济往上走的时候，物价涨的时候你都赚不到钱，现在物价往下跌的时候，你想空手接飞刀是吗？刀口舔血是吗？你有这本事啊？你有这个命啊？你想一想，对吧？10年前或者5年前经济在往上走的时候，你都赚不到钱，怎么经济往下走你还能赚到钱？你是专门打逆风局是吗？逆风飞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普通人，对吧？你不是董小姐，你也不是什么黄杨甜甜。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